大家看拜五就是五二节，一寡正头路的人拢毋望公司会当发五二节奖金，也佫有礼品。来看到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今年发五二节奖金的公司超过一半，差不多有58%。其中咱看到有1成6送奖金或者是奖品拢有，差不多有15%的公司是无发奖金嘛无发奖品。另外，员工平均毋望收到的五二节奖金是1765块银，含企业按算要发的金额。1376块，有小可较差一丝啊，也就是拍8折。人咧讲万无无万少，人力银行嘛讲五二节奖金发多发少是和公司顶半年的业绩有关系。今年过来看，起草比往年有较好。来辛苦了，谢谢。五一节要到啊，真侪上班族拢真期待公司会当发这个五一节的奖金甲礼品。实际来问，这个上班族今年摕到五一节的礼品甲奖金，敢有满意咧？好像500吧，还可以啊。今年比较多，大概3000吧。茶包啊，然后坚果类的东西这样。礼金的这部分我们是没有啦。有人满意会当接受，嘛有人是奖金和礼品拢无摕到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公司企业今年发这个五一节的礼品甲奖金的状况，有16%的公司真大方，奖金甲礼品拢有发，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是这个奖金有发。礼品无，另外有9%的公司是干那发这个礼品，还佫有15%的这个公司是啥拢无。讲这个五一节奖金，员工平均的希望是会当摕到1765块，甲企业因想要发的是1376块，安尼有起落。专家分析讲，五一节发的奖金。伊的多甲少，都要看公司顶半年的业绩。端午节的这奖金有增加的话，也反映企业的半年报是有成长的。整体来看，3节奖金如果有增加的话，也是预估今年待的这个企业可能这个业绩有机会畅旺到年底。若是礼品这方面，公司要是会选这个发传统的肉粽礼盒为主，也是讲发这个甜料。饼、四手啊，食的。另外，往来酥、两斤酥，还佫有百货超商的礼券。五一节公司要安怎来送礼甲发奖金，通互员工满意？这嘛是一门学问，这嘛是一个真深的学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